自2025年1月29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灵卡亲像蛇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民数记第2章第10到34节。上主阁吩咐摩西甲阿伦讲：以色列人拢着照家己支族的大旗甲宗族的记号，伫会幕的周围按会幕节营。东边按日出的方向，采犹大支族的大旗，犹大的军队伫遐节营。阿米纳达的囝拿顺做首领，人数74600名。伫因边仔节营的是以萨迦支族苏亚的囝拿坦业做首领，人数54400名。过来是西布伦支族希伦的囝以利亚做首领，人数57400名。属犹大区的人数总共186400名，因做头出发。南边采路边支族的大旗，路边的军队伫遐节营，是丢尼的囝以利属做首领。人数共46500名。伫因边仔节营的是西面支族苏利沙代的囝示罗密做首领，人数共59300名。过来是迦得支族丢尼的囝以利亚撒做首领，人数共45650名。属路边区的人数总共151,450名，因做第2大队出发。会幕甲利未人就伫前2大队甲后2大队的中间，因安怎节营，就照迄个次序起身。大支族就缀因家己支族的大旗进行。西边采以法莲支族的大旗，以法莲的军队伫遐节营。阿米弗的囝以利沙玛做首领，人数共40500名。伫因边仔的是马西支族比来属的囝加玛列做首领，人数共32200名。过来是便雅悯支族基多尼的囝阿比但做首领，人数共35400名。属以法莲区人数总共108100名，因做第3大队出发。北边采但支族的大旗，但的军队伫遐节营。阿米沙代的囝阿希以谢做首领，人数共62700名。伫因边仔的是阿瑟支族俄兰的囝帕吉做首领，人数共41500名。过来是拿弗他利支族以南的囝阿希拉做首领，人数共53400名。属但迄区人数总共157,600名。这大队就缀因的大旗最后出发。以上是以色列人照因的宗族伫营内照因的部队统计的人数，总共603,550名。毋过利未人无算在内，是照上主对摩西的命令。以色列人照因的宗族家族，缀因逐支族的大旗节营出发，
拢照上主对摩西的命令。灵卡亲像蛇，新年恭喜！今年是蛇年，祝兄弟什么拢免惊，勇敢向前行。先来分享一个关系蛇的故事。有一遍去探访一位老姊妹，伊因为经常做噩梦，甚至出现幻觉，直到查某囝着请假踮厝呢来陪伴伊。长期倒来，查某囡仔用要制止袂牢。探访的时才知影，老姊妹因为接连续几若摆伫厝呢看到蛇受吓惊，就出现幻觉。去看医生也无改善。我请老姊妹描述拄着蛇的情形，知影遐个蛇并无咬人。老姊妹是阿美族人，已经早就对蛇惯势，只是嫁互边地人了后，受影响真深。所以我讲，原住民看见蛇是代表好兆头，而且我认捌的原住民朋友看到蛇通常代表有机会加菜。我请伊后摆看到蛇的时毋免惊，反倒爱欢喜，因为代表有好的代志要临到，也是有好食物仔通上桌。当日的探访，除了互老姊妹卸下心中的恐惧，也鼓励伊互查某囝正名，去户政事务所登记阿美族的名，互后代继续保持阿美族身份，千万毋通遗忘。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了后的第2年，上主吩咐因爱进行人口普查。今仔日的经文中，吩咐因爱踮所属的大旗下面，按照本种族的旗，对着圣母四周围扎营。伫移动行进前的时，相款也着爱照大旗的次序行。4面大旗的总队是照种族分区，若人无清楚家己的种族，就找袂到安营的位置，也是行进队伍的顺序。伫前2个和后2个总队之间，利未人爱跟圣母前进。经文搁再一次讲到，除了利未人以外，各支族年满20岁的壮丁总人数超过60万人。显然，以色列已经是一个壮大的民族。伫圣经中，蛇常常带着负面的意义。若是有正面意义的，除了民数记21章的摩西的铜蛇，也有马太福音第10章耶稣教导门徒爱灵卡亲像蛇。详细观察蛇的动作，会发现伊确实非常的灵卡。虽然无手无脚，却会当上山落海，会当带点沙毛，也会当带伫海底生活。咱身为人类，有手有脚，却无一定会当上山落海，也未必会当适应各种极端环境。耶稣提醒咱爱灵卡亲像蛇，毋但伫面对恶劣的环境的时，也伫面对恶劣的人的时，才袂妨拔骹拔手。新春第1日，基督徒除了参加新春庆谢礼拜，也通加开寡时间安营，和亲人聚会，分享家族的信仰大旗。伫新春时刻，无论上主带领家族前进，也是扎营，无论距离圣母是远也是近，咱拢应当灵卡亲像蛇，加用卡斯来经营全家和上主的关系。
安尼，咱的下一代会搁较知影安怎安营伫上主的圣母四周围，搁较知影安怎找到前往流年甲密之地的方向和道路，搁知影安怎勇敢面对各种蛇类、试探和挑战。默想，安怎带领全家拢会当伫生存中参与对上主的敬拜？安怎带领全家拢会当伫生存中参与对上主的敬拜？咱来祈祷，教导人爱宁卡亲像蛇的主，感谢你除去我心中的各种惧怕，也引带我向前行的脚步。愿你帮助我和厝内的人，今仔日伫你面前安营，搁伫新的一年勇敢向前行。奉主的名求，阿免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